如果你最近無啦啦半夜扎醒，個心口成日覺得谷住，好似透唔到氣咁，或者明明冇做錯嘢，但身邊啲親戚朋友甚至老公老婆無端端為咗少少錢或者一句無心之失就同你反面，鬧到面紅耳赤，又或者借出去嘅錢好似倒咗落海咁無聲無息，甚至股票投資突然之間輸一大筆，好多人第一時間會覺得，唉，我最近係咪食錯嘢？係咪今年犯太歲未化解啊？定係真係運氣咁衰，黑仔到貼地？我今日掟個心出嚟，明白咁同你講，全部都錯。你唔好再怪自己，亦都唔好再冤枉身邊嘅人。真正搞到你雞毛鴨血、周身唔聚財嘅原因，根本唔係你黑仔，而係因為嚟緊8月12日即將發生嘅一個極端天象鬼月撞日食。呢句話分分鐘救返你全家。我絕對唔係喺度危言聳聽，更加唔係要嚇你。你聽我講落去，你就會明白點解最近會有咁多古怪嘢發生。你或者你身邊嘅人最近有冇出現我頭先講嗰啲情況？半夜瞓唔着、無名火起或者無端端破財？有嘅話，下面留言區打化險為夷4個字，等我睇下有幾多人已經中咗招，等大家知道自己唔係孤單一個，亦都等我幫你哋集下氣。好多後生仔聽到我咁講，可能第一時間會笑。阿叔，而家咩年代啊？日食咪即係月亮遮住個太陽咯，天文現象嚟係嘛？小學常識都有教啦，有幾出奇啊？咪咁迷信啦。係啊，科學上佢係叫天文現象，但你又知唔知點解我哋老一輩甚至古代啲皇帝、風水大師對住日食會咁避忌？點解一到呢啲日子就要敲鑼打鼓閉門不出？你以為佢哋真係蠢底？錯啦，老人家講嘅嘢好多時係幾千年累積落嚟嘅大智慧，係無數人用血汗換翻嚟嘅教訓。你諗下，萬物生長靠太陽，太陽代表住極陽之氣，亦都係我哋人體屋企磁場嘅定海神針。當日食發生嗰一刻，極陽之氣突然被完全遮蔽，陰陽磁場就會喺一瞬間大逆轉。平時啲日食最多咪擾亂一下磁場，但係今年8月12日呢一次非同小可。點解？因為佢啱好撞正農曆7月，俗稱嘅鬼月。農曆7月本身已經係1年12個月入面陰氣最重、最邪門嘅月份。平時7月14前後，大家都知夜晚要少啲出街，唔好亂夜嘢。而家喺陰氣最盛嘅月份，突然之間太陽被食，陽氣斷絕，呢個喺命理學上叫做極陰勢陽，磁場大亂，陰氣逆流，科學解釋唔到嘅怪事，情緒無端端失控。就係會喺呢幾日瘋狂爆發。你以為最近係你脾氣差？唔係，係因為天地磁場亂咗大坑，搞到你個人嘅生物磁場都跟住亂晒。你以為係身邊小人多？唔係，係極陰之氣將啲負能量全部引晒出嚟。平時壓抑住嘅矛盾，而家全部好似火山爆發咁爆出嚟。所以話唔係你衰唔識做人，唔係你運氣差，係你唔識睇天象，唔識避開呢個磁場大漩渦。你試下合埋眼回想下呢個禮拜你出街買蟹，有冇無啦啦爭啲跣吞？揸車或者坐車嗰陣有冇爭啲同人撞？又或者有冇啲平時好少聯絡嘅人突然撞你借錢，叫你攞錢出嚟搞投資？呢啲全部都係天象俾你嘅警告。如果喺呢個時候你仲要牙刷刷話唔信邪，乜都唔理，乜都唔避，咁出咗事真係神仙都難救。有啲人遇到唔順心，就中意喺屋企大掃除，或者搬下啲家私，以為可以轉運。我今日喺度嚴正警告你，呢幾日屋企有幾個特定方位，你千祈唔好喐。你以為抹下塵、掃下地冇所謂，你一喐，分分鐘將啲衰氣同煞氣全部引晒入屋，到時真係請鬼入宅。原本小事都變成大事，成頭家永無寧日。再講深入啲，呢種磁場大亂對我哋普通人最直接嘅影響係咩啊？就係心魔。你諗下，平時老公老婆鬧多兩句，你可能聽完就算，忍一忍就過。但係呢幾日對方一開聲，你個心入面就好似有把火燒上嚟咁，控制唔到自己，想一巴刮落去，或者大聲鬧反轉頭。呢啲就係磁場影響咗你個腦電波，逼到你做出啲平時唔會做嘅極端行為。又或者你明明平時去街市買嘢好精明，1毫子都算得清清楚楚，但係呢幾日無啦啦有個唔識嘅人行埋嚟，同你推銷啲乜嘢保健品，乜嘢高息必賺投資，你個腦好似短路咁，糊裏糊塗就攞咗張提款卡出嚟撳錢俾人。
到你返到屋企冷靜落嚟，先至猛然醒覺，哎呀，我頭先做乜鬼啊？中邪啊！冇錯，就係中咗天象嘅邪。如果你繼續當呢啲係小事，覺得捱過呢幾日就冇事，咁你就大錯特錯。天象磁場嘅破壞力係有延續性嘅。你喺呢幾日破咗財，傷咗和氣，個破口一旦打開咗，接下來下半年甚至出年，你都會覺得頭頭碰著黑，做乜都唔順。就好似間屋漏水咁，你開始唔去補，慢慢就會浸爛晒啲地板牆身，到時你要使嘅錢、受嘅氣就係而家嘅10倍、8倍。呢個鬼月撞日食嘅極端天象窗口，足足60年先等到一次，上一次出現已經係上一代人嘅事啦。好多人一世都遇唔到一次，遇到嘅如果唔識點樣避開啲煞氣，隨時將自己辛苦儲埋嘅福氣同財運一鋪清袋。但你唔使驚，既然你今日有緣睇到呢條片，就證明你命不該絕，注定有貴人扶持。我今日就係要同你拆解呢個天象嘅死月，特別係有3個生肖喺呢幾日絕對係高危中嘅高危，寧可信其有，也咪以身試險。只要你聽得明我接下來講嘅底層邏輯，跟住我教你個方法去做，不但可以保住你全家平安，甚至可以喺呢個磁場大混亂嘅時候，將衰氣轉走，化劫為財。想知屋企邊啲位唔喐得，同埋邊3個生肖最危險？點解我話8月12日呢個鬼月撞日食咁大鑊？好多人以為算命、風水呢啲嘢係迷信，其實講穿咗，全部都係一門極之嚴謹嘅磁場統計學同環境科學。我今日唔同你拋書袋，我用最貼地、隔籬阿婆都聽得明嘅說話，同你拆解呢個天象嘅底層邏輯。你哋諗下，農曆7月係咩月份？傳統以嚟呢個月係鬼門大開嘅日子，撇除鬼神之說，從自然界氣候嚟講，7月正係夏秋交替，天氣最翳焗、濕氣最重嘅時候。呢種天氣本身就會令人覺得囉囉攣，心情煩躁。喺5行陰陽入面，呢個月係全年陰氣最重、最凝聚嘅時間。平時陰氣重都算啦，頂多咪出少啲夜街。但係8月12日偏偏撞正日食喎，日食即係咩啊？即係代表極陽之火嘅太陽被完全遮蔽。古語有云：孤陰不生，獨陽不長。意思即係話世界萬物要平衡，有陰就要有陽。而家喺一個陰氣已經爆晒燈嘅月份，突然之間唯一可以壓制陰氣嘅太陽，陽氣冇埋，呢個情況喺命理學上我哋叫太陰蔽日。你想象喎，就好似一個原本已經裝滿冰水嘅玻璃杯，你突然之間將佢掟入零下幾十度嘅雪櫃入面，個杯會點呀？啪一聲，成個爆裂啊！我哋人體嘅磁場、屋企嘅氣場喺嗰一刻就係受到呢種極端嘅衝擊，陰陽大逆轉，5行生剋，完全亂晒大坑。所以點解我頭先話呢幾日你特別容易做錯決定，脾氣暴躁，甚至無端端破財？因為你個腦嘅微電流，你個人嘅情緒已經俾呢股強大嘅負面磁場干擾咗。你以為自己好清醒，其實你已經喺度遊魂。喺呢種狀態下，你去買股票、去簽合約，甚至只係去街市買係同人講多兩句，都極容易做錯決定，或者因為一句說話同人嘈到拆天。好多街坊有個壞習慣，就係覺得自己最近運氣唔好，或者心情唔靚，就中意喺屋企搞東搞西。有啲阿媽中意無啦啦移客張梳化，有啲阿叔就中意執客個神台，或者搬個風扇去第二個位，以為叫做轉轉運、換換氣。我喺度好嚴肅咁警告大家，由今日開始，直到8月12日之後嘅一個禮拜，你屋企有一個方位，絕對唔可以喐。呢個位就係你屋企嘅正北位。點解係正北？喺5行八卦入面，北方屬水，代表極陰之寒。今年嘅9宮飛星加埋呢次鬼月撞日食嘅極端磁場，正北位正就係全間屋陰氣同煞氣最重嘅聚氣點。個煞氣喺嗰度靜靜地伏喺度，如果你唔理佢，佢頂多令你覺得屋企嗰個角落涼浸浸。但係如果你走去大掃除、搬家私，甚至只係喺嗰個位揼粒釘落幅牆度，咁就大件事啦。你喺正北位喐土搬嘢，就等於喺一個熟睡嘅老虎頭上拍一巴，你一喐就即刻將嗰股強大嘅煞氣激活咗。煞氣一散開，就會跟住屋企嘅空氣流動，吹勻全屋。
到時首當其衝嘅就係屋企嘅老人家同小朋友，因為佢哋嘅氣場最弱。跟住就係你同你另一半開始無啦啦病、無啦啦鬧交，甚至無端端跌錢。你以為大掃除係好事，喺錯嘅時間、錯嘅方位做，分分鐘係請鬼入宅，自己攞嚟衰。所以聽清楚呀，呢幾日屋企正北位，千祈唔好掃地掃得太大力，唔好開大風扇吹住，更加唔好搬動任何重型家私，由得佢靜靜地保持乾淨就得。如果你而家心諗死啦，我屋企張床頭啱啱好向正北流，或者我屋企大門就係喺正北位，每日都要開閂閂，咁點算呢？唔使驚，我講得出個問題，就一定有方法幫你化解。如果你屋企大門、床頭或者成日坐嘅梳化啱啱好喺正北位，即刻喺下面留言區打諸邪退避4個字，等個天知你想化解，亦都等我教你點樣用最簡單嘅方法將呢股煞氣抵住。講完屋企嘅方位，接下來先係真正嘅重頭戲。因為天象磁場雖然影響所有人，但係有3個生肖，因為佢哋本身嘅八字五行同呢次鬼月撞日食係完全相沖相克嘅。呢3個生肖嘅朋友喺呢幾日絕對係高危中嘅高危，分分鐘中暗戰、被人殺屬，甚至惹上無妄之災。準備好未？我哋即刻開名睇下到底係邊3個生肖咁危險。如果你或者你身邊嘅親戚朋友係屬呢幾個生肖，你真係要擘大對耳聽清楚。第一名首當其衝嘅高危生肖就係屬鼠嘅朋友。特別係1972年今年54歲，同埋1984年今年42歲出世嘅人，你哋呢幾日真係要打醒12分精神，聽清楚我接落嚟講嘅每一隻字。點解屬鼠會係第一大高危？你哋諗下，喺12生肖嘅五行入面，老鼠係屬水嘅。平時水善利萬物，屬鼠嘅朋友轉數特別快，份人精明，識變通，去到邊度都吃得開。平時絕對唔係容易俾人呃嘅人。但係今次8月12日嘅鬼月撞日食係一個極端嘅太陰蔽日火煞局，水同火本身就係死對頭。當外在極端強烈嘅天象磁場天火直衝你本身嘅命理五行命水，呢個喺命理學上我哋就叫做水火相戰，神志失控。你唔好以為我講神志失控係指你會發癲會語無倫次啊，唔係，呢種失控係無聲無息，連你自己都察覺唔到你會突然之間覺得個腦好似生咗銹咁，平時好容易判斷到嘅是非黑白，呢幾日你會無啦啦轉牛角尖。最致命嘅係你會對身邊嘅人完全失去咗應有嘅戒心。我講個真人真事你聽，我有個舊客姓陳，就係1972年出世，屬鼠嘅。陳生出名精明平，平時去街市買棵菜都要同阿姐講價，做生意更加係滴水不漏，一毫子都同你算得清清楚楚。但係就喺幾年前，另一個天象大亂、水火相沖嘅日子，佢無啦啦衰喺一個識咗30年嘅老友手上。嗰個老友突然佢話有個必賺嘅內部投資項目，回報極高，但係限額有限，要即刻攞錢出嚟。平時嘅陳生如果聽到呢啲，一定會查根問底，睇埋盤數先決定。但嗰幾日佢就好似鬼揞眼咁，個腦完全熄咗機，心入面淨係覺得哇！30年老友有，細個着同一條褲帶，唔通會呃我咩？佢實係有筍嘢預埋我啦。結果點樣？成副身家連埋老婆本，加埋按咗層樓嘅錢，足足幾百萬，嘭一聲過咗數俾對方。過咗2日，個老友電話打唔通，人間蒸發。陳生爭落一身街數，日日俾人追債，老婆差啲同佢離婚，搞到佢血壓飆升，差啲中風，差啲要跳樓。你以為陳生真係蠢？唔係啊，係天象磁場將佢大腦入面嗰個防禦機制完全摧毀咗。呢個就係我今日最擔心屬鼠朋友嘅地方，屬人殺屬。呢幾日如果有人，特別係你平時好信得過嘅親戚，識咗好耐嘅老友，甚至係你嘅伴侶，突然走嚟叫你借錢做擔保，或者介紹啲咩極速賺錢嘅筍盤俾你，你千祈要校住你個荷包，無論對方講到幾咁天花龍鳳，幾咁有誠意，你都要咬實牙關，一句話我最近手緊，遲啲先算。如果你自己係屬鼠，又或者你屋企人、親戚朋友、另一半係屬鼠嘅，即刻喺下面留言區打破財擋災4個字，幫佢哋，又或者幫你自己攞個意頭。
用呢4個字去破一破個空局，話俾個天知，我哋已經知機，唔好搞我哋，大家互相集氣，將個殺氣推走。打完留言，我而家就教你實操化解。屬鼠嘅朋友要破解呢個水火相戰嘅死局，硬碰硬係絕對唔得嘅，一定要用金嚟通關，即係借用金山水嘅力量去壯大你自己嘅磁場，頂住個外煞。聽清楚個步驟，好簡單，屋企阿叔阿嬸都一定識做。一個透明嘅玻璃杯，記住一定要全透明，唔好用有花紋、有顏色或者印住公仔嘅杯，因為透明代表清澈，幫你洗清個腦啲混濁磁場。裝8分滿嘅清水，最好係過濾過嘅食水或者蒸餾水，唔好直接開水喉水，因為水喉水雜質多，會影響化解效果。準備6個1毫子硬幣，喺5行入面，銅錢屬金，6係金嘅吉數，將呢6個硬幣用鹽水洗乾淨，抹乾，然後輕輕放落杯水度。擺放方位，將呢杯600金水放喺屋企嘅正西位，西方屬金。如果你屋企嘅正西位啱啱好係廁所或者廚房，咁就改為放喺你自己睡房嘅正西位。時間，由你睇完呢條片，今日開始放，一直放到8月12日之後嘅1個禮拜。記住，每日望下杯水，如果少咗就要加，一定要保持8分滿。呢杯水個原理叫600生水化火煞，佢就係幫你喺屋企布一個小型嘅防護罩。當出面嘅火煞衝埋嚟嗰陣，呢杯水就會幫你吸咗啲負能量，穩定你個腦電波，等你喺關鍵時刻保持清醒，唔會糊裡糊塗咁簽錯名、借錯錢、信錯人。屬鼠嘅朋友，記住我今日講嘅說話，呢幾日少做少錯，唔做唔錯，遇到錢銀瓜葛，拖字訣就係最好嘅護身符。講完屬鼠，大家千祈唔好鬆懈。第2個高危生肖，我同你講，分分鐘比破財更加傷，因為錢冇咗，你慳啲使，慢慢挨，總有機會會得返。但係如果你因為一時衝動，搞到頭家散咗，或者得罪咗老細，連份工都冇埋，到時你真係喊都無謂。呢個咁容易中招嘅生肖，就係屬馬嘅朋友。特別係1966年今年60歲，同埋1978年今年48歲出世嘅人，你哋呢幾日嘅情緒就好似一個流動炸藥庫，隨時一觸即發。點解屬馬會咁危險？大家聽清楚個原理。喺12地支入面，馬代表5，五行屬火，而且係至陽之火。平時屬馬嘅人份人熱情，直腸直肚，有嗰句講嗰句。但係今次8月12日撞正嘅係鬼月撞日食。日食即係天狗食日，天上最大嘅太陽極陽之火被完全遮蔽，陰氣瞬間壓倒陽氣。你試下想象，你本身係一團火，突然間四圍變晒做冰天雪地，極大嘅陰寒之氣將你包圍住，逼到你透唔到氣。喺呢種極端磁場擠壓之下，屬馬嘅人就會陷入一個命理學上最得人驚嘅格局。55字刑，字刑即係咩啊？即係自己同自己過唔去，自己笨，你會無啦啦覺得好女憎，睇身邊所有嘢都唔順眼。平時老公老婆一句無心之言，或者仔女做錯少少嘢，你平時可能笑笑口就過咗去，但係呢幾日嗰句說話落到你耳邊，就好似有人攞把刀吉你咁，你心入面嗰股無名火會直衝上腦，控制唔到自己，衝口而出，講出最毒、最傷人嘅說話。我同你講過，我親身處理過嘅街坊案例，有個黃阿嬸就係1966年出世，屬馬嘅。佢同老公結婚幾十年，平時出雙入對，恩愛到不得了。就喺幾年前，另一個陰氣極重、磁場大亂嘅日子，兩公婆坐喺度食飯，就因為一碟蒸魚落多咗幾滴豉油，黃阿嬸無啦啦大發雷霆，將碟魚連埋個碗掟落地下，指住老公個鼻嚟鬧。由碟魚鬧到老公幾十年前嘅舊事，鬧到要生要死，甚至衝入廚房撬刀話要斬人。個老公嚇到面青唇白，爭啲要報警。事後黃阿嬸可喊到收唔到聲，佢話我真係唔知自己做乜，嗰一刻就好似鬼上身咁，個腦一片空白，淨係想將啲脾氣全部發洩出嚟。你以為黃阿嬸真係咁憎個老公？錯，係天象磁場逼到佢情緒崩潰。好多夫妻，好多一家人就係因為唔識避忌呢啲極端天象，喺呢幾日為咗啲雞毛蒜皮嘅小事大吵大鬧，甚至講出離婚啦，我冇你呢個仔，呢啲覆水難收嘅說話，
搞到幾十年感情一鋪清袋。所以我喺度苦口婆心同大家講，呢幾日如果你係屬馬，或者你另一半係屬馬，千祈要忍，退一步海闊天空，忍一時風平浪靜。聽到唔啱聽嘅說話，當聽唔到，行開去飲杯水，深呼吸幾下。認同家和萬事興嘅朋友，即刻喺下面留言區打和氣生財4個字，幫你自己，幫你屋企人清一清啲無名火，用大家嘅正能量壓住嗰股暴躁嘅殺氣。打完字，我而家教屬馬嘅朋友點樣做實操化解。既然你係55字型，火氣太旺，被陰氣逼到無路可走，我哋就要用水嚟柔化佢。步驟好簡單，今晚返去即刻做。一隻黑色嘅杯或者碗。黑色喺5行入面屬水，如果冇黑色杯，用透明玻璃杯都可以。準備1粒黑曜石，如果有黑曜石手串或者吊墜就最好，洗乾淨。如果真係冇，可以用1細撮粗鹽代替，因為鹽係海產，一樣有強大嘅水氣同淨化作用。裝大半杯清水，將黑曜石或者粗鹽放入杯水度。擺放方位，將呢杯黑水壓火陣放喺屋企嘅正南位。正南方正就係午火嘅本命位。禁忌，呢幾日正南位千祈唔好放任何紅色嘅嘢，例如紅燈籠、紅地毯，亦都唔好喺正南位點香或者點蠟燭。如果唔係就火上加油。呢個陣嘅原理叫以水潤火，陰陽調和。杯水喺正南位會慢慢釋放柔和嘅水氣，幫屬馬嘅朋友降溫、平復情緒。等你喺想發火嗰一刻，個腦會突然有一下清涼，及時剎停，挽救一段關係。講完屬馬嘅朋友，大家深呼吸一下。接下來我要講嘅第3個高危生肖，我要求大家12萬分留意，甚至要發散出去提點身邊嘅長輩，因為呢個生肖面對嘅唔係錢銀損失，亦唔係鬧交咁簡單，而係最切身、最避無可避嘅無妄之災同埋突發嘅身體損傷。呢個咁需要保護嘅生肖就係屬雞嘅朋友。特別係1969年，今年57歲同埋1981年，今年45歲出世嘅人，你哋呢幾日有一句說話一定要作喺額頭度，千祈唔好同我逞強。點解屬雞嘅朋友喺呢個鬼月壯日食會咁危險？大家聽下個底層邏輯。喺12地支入面，雞代表寅，5行屬陰金。喺中醫同命理學入面，金係主宰我哋人體嘅骨骼、關節、肺部同呼吸系統。而家係農曆7月，陰氣本身已經由地底向上谷，撞正8月12日日食，陽光突然消失，極大嘅陰寒之氣就會毫無阻擋咁入侵人體。呢個天象喺8字5行上會激發一個金木相戰、陰氣入骨嘅死局。陰氣最中意捐去邊度？就係你平時最弱、最容易酸痛嘅關節位。所以屬雞嘅朋友，特別係上咗年紀嘅阿叔阿嬸，你哋呢幾日會無針金好似失身餐、煙十公公、現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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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公、現鬆公、現鬆公公、現鬆公公、現鬆公、現鬆公公、現鬆公公、現鬆現鬆公、現鬆公、現鬆公、現鬆現鬆公、現鬆現鬆公、現鬆現鬆現鬆公、現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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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松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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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啲唔係你老啦、退化啦咁簡單，係天地間嘅負面磁場壓緊落你身上面。我同你講個真人真事。我識得一個街坊李阿嬸，1969年出世，屬雞。佢份人不知幾叻幾硬頸，平時自己去行山，去遠一遠嘅街市買嘢，從來唔使啲仔女操心，成日話自己老當益壯。就喺之前一次陰氣極重嘅日子，出面落緊毛毛雨，個天黑沉沉。佢啲仔女叫佢阿媽，今日天氣唔好，對腳又痛，唔好去街市啦，我哋今晚叫外賣啦。李阿嬸點答？叫咩外賣啊？冇營養又貴，我行慣行熟啦，買條游水魚不知幾快，結果點呀？佢擔住把遮行去街市，明明條路平時行過幾千次，閉埋眼都識行，
但偏偏嗰日喺街市門口，明明地下冇積水冇爛椅，佢對腳就好似無啦啦俾人絆咗一下咁，嘭一聲成個人撻咗落地下，起唔返身呀！送到去醫院一照 X 光，大髀骨折，老人家骨折你知唔知幾大鑊？要做手術打釘，之後幾個月都要坐輪椅，行路要用拐杖，連去廁所都要人服侍。你阿嬸喺病床上面喊住同我講：我明明好小心險，點解會咁黑仔跣低險？我答佢：唔係你唔小心，係你唔識避開天象嘅煞氣，陰氣入骨，令你手腳神經反應慢咗半秒。加上嗰啲日子最容易惹到路邊嘅煞氣，你仲要咁硬頸去逞強，咪即係自己條命較飛咯。所以屬雞嘅朋友，我今日喺度千叮萬囑，由今日開始到8月12日之後嘅幾日，覺得攰就休息，落雨地滑，千祈唔好出街。屋企啲高處嘅嘢，等啲後生返嚟先好幫你攞，絕對唔好自己擔張凳仔擒高擒低。你要記住，你平平安安，唔使跌親入院，就係幫啲仔女慳錢，就係對成頭家最大嘅貢獻。如果你自己係屬雞，或者你屋企有屬雞嘅長輩，即刻喺下面留言區打出入平安4個字，幫佢哋買個無形嘅保險，用大家嘅祝福力，將嗰股想絆倒人嘅陰邪煞氣全部驅走。留言打好晒，我而家就教屬雞嘅朋友點樣喺屋企佈一個最簡單嘅保平安陣，保住你出入平安，化解呢個金木相戰嘅凶局。既然陰氣想侵蝕你嘅金，我哋就要用更強大嘅正能量去保護你嘅磁場。大家聽清楚步驟：一、準備8個1元硬幣，記住要用1蚊銀或者任何銀色嘅硬幣，因為銀色屬金，8係一個圓滿、生生不息嘅數字。先用粗鹽水將呢8個硬幣浸洗乾淨，抹乾。2、放在大門地氈底，將呢8個硬幣平排或者圍成一個圓圈，放喺你屋企大門口塊地氈底。如果屋企冇地氈，可以放喺大門內側嘅角落頭，唔好俾人踢到就得。3、加配黃水晶，可選。如果你手頭上有黃水晶嘅手串或者吊墜，呢幾日一定要戴住，因為黃水晶喺五行入面屬土，土生金，可以源源不絕咁補充你流失嘅金氣，增強你個人嘅防護罩。4、注意事項，出入屋企門口嘅時候，心入面默念一句平平安安。呢8個硬幣就好似8個守門神咁，幫你將外面嘅陰邪煞氣全部隔絕喺門外，唔會跟住你對鞋惹入屋。呢個方法極之簡單，但係非常實用。屬雞嘅朋友，你花幾分鐘時間搞掂佢，就可以換嚟成個月嘅心安理得，何樂而不為？講到呢度，大家聽完我拆解咗咁多煞氣、相沖同危機，個心係咪卜卜跳？覺得好似大難臨頭咁，諗住呢幾日索性鎖埋道門，拉埋窗簾，匿埋喺屋企被竇入面，邊度都唔去啊！大家深呼吸，放鬆啲。我今日同大家講咁多，絕對唔係要嚇到你哋日日提心吊膽。我喺開頭已經講過，危機，有危自然有機。鬼月撞日食確實係一個60年先等到一次嘅天象窗口，陰氣極盛，磁場大亂。但係大家要記住，喺天地萬物嘅自然法則入面，永遠都有一句說話叫做物極必反。當陰氣凝聚到極點，極端磁場發生碰撞嗰一剎那，其實亦都係一個極大嘅能量重啟窗口，就好似電腦死機咁，你遞個掣重新開機，一切就可以重新嚟過。點解有啲人可以喺大風大浪、人人自危嘅時候突然轉運發達？就係因為佢哋識得睇準時機，借力打力。當所有人被負面磁場搞到頭暈轉向，做錯決定嘅時候，只要你保持清醒，你就可以將呢股極端嘅爆發能量轉化為推動自己破局嘅還財力。我之前喺度整理古籍同命理資料嘅時候，翻查過一份非常之珍貴嘅玄學手稿記錄，嗰個檔案叫做蘇明風電 TXT， 入面詳細記載咗好多前人點樣喺極端天象之下化煞為財、趨吉避凶嘅大智慧。今日我就將入面最精華、最實用嘅一招抽出來，完全免費教俾大家，等你哋唔單止可以平平安安度過呢幾日，仲可以反客為主，將啲衰氣轉走，將財氣吸入屋。呢一招叫做極陰轉陽洗氣法，做法非常之簡單，街坊阿叔阿嬸喺屋企都一定做得到。大家聽清楚步驟，最好攞張紙抄低佢，
第一步，喺8月12日正日嗰晚，即係日食天象發生，陰氣最強嘅日子，你喺屋企準備一個乾淨嘅大面盤或者水桶，裝大半盆溫水。第二步，攞一把粗鹽，大約1湯匙，加埋7塊新鮮嘅柚子葉。如果去街市真係買唔到柚子葉，用7塊連枝嘅黃皮葉或者扁柏都可以。將粗鹽同埋啲葉全部擺落去盆溫水度，用手攪勻。粗鹽係吸陰化煞嘅極品，柚子葉就係用嚟驅邪洗氣。第三步，喺夜晚沖涼嘅時候，用呢盆水由頭淋到落腳，或者用毛巾沾濕抹勻全身，一邊抹個心入面，一邊默念衰氣散去，財氣入身，大吉大利。第四步，抹完身之後，將嗰盆用過嘅水直接倒落廁所沖走佢。呢個動作非常關鍵，代表將你身上累積咗大半年嘅霉氣、病氣，同埋呢次天象帶來嘅煞氣，一次過借住極端磁場嘅力量，完完全全咁排走晒。你做完呢度動作，你會突然覺得成個人精神爽利，個腦特別清醒，連對眼都好似睇嘢光猛咗咁。呢個就代表你已經成功洗氣，將自己嘅磁場調校到最平穩嘅狀態。當其他人仲喺度渾渾噩噩嘅時候，你已經準備好迎接下半年嘅好運同橫財。講到尾，無論天象幾咁兇險，最緊要係我哋自己要有正念。今日你睇到呢條片，學識咗點樣避開陷阱，點樣布陣化解，呢個就係你嘅福氣。但係福氣係要積返嚟嘅。好多時我哋身邊嘅親戚朋友就係因為唔識呢啲嘢，無啦啦中咗招，搞到破財、受傷，甚至家無寧日。如果你身邊有屬鼠、馬、雞呢3個高危生肖嘅親友，或者你知道邊個最近運氣麻麻、脾氣暴躁，我強烈建議你即刻將呢條片分享俾佢哋睇。你順手撳一個分享掣，提點佢哋一句，呢幾日寧可信其有，咪以身試險，分分鐘就幫佢哋擋咗一劫，挽救咗一個家庭。喺玄學上呢啲就叫做法師，係積陰德、種善因嘅最好方法。你幫人擋災，個天自然會記你一功，將更多嘅福報同財運回報俾你。好啦，今日講咗咁多乾貨，希望真係幫到大家。如果你覺得呢條片有用，記得幫我撳個讚、like 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打開旁邊個小鈴鐺，咁下次有咩重要嘅風水命理提示或者化解秘技，你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通知，唔會錯過轉運嘅機會。最後，為咗幫大家喺呢個極端天象下集氣祈福，我要求所有睇到呢度嘅朋友即刻喺下面留言區大大隻字打低合家平安招財6個字，我哋一齊用成千上萬人嘅正能量，將所有負面煞氣通通推走。祝大家喺嚟緊嘅日子出入平安，心想事成，財源廣進，合家安康。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條片再見。